媽媽，其實人生消失咗幾年冇緊要啦。好似我咁樣最近仲收到 YouTube 官方嘅 email 話，喂，你好耐冇出片咯，如果你再唔出30日之內就會咧 deactivate 咗你嗰個盈利嘅賬號。話晒我曾經都攞過 YouTube 嘅獎，作為年度10大熱門創作者之一喎，真係話晒都係曾經嘅 KOL 啊！唔好提呢啲。就連咧我個體重喺2022年到26年而家4年都增加咗10 kg 啊！嗱，俾你睇下有圖有真相㗎。嗱，講真，我真人冇咁肥㗎，係張相睇落肥啲㗎咋嚇。冇計啦，我每日朝早要翻工，夜晚翻屋企仲要湊仔，最近佢升埋小學，仲要幫佢默書添啊，簡直係好恐怖！你哋係點捱過嚟㗎？星期六日同埋嗰啲長假，仲要諗下究竟要帶佢去邊度玩呢？其實就算你唔諗佢都會問你：媽媽，我哋今日去邊啊？所以嗰啲咩體重管理外貌管理就連白頭髮都唔得閒理佢。所以各位姊妹，你已經做得好好㗎啦！人邊有可能樣樣都做得咁完美啊？你嘅美貌消失咗幾年，你嘅身形消失咗幾年，你喺你嘅朋友嘅圈子裏面消失咗幾年，其實都係好正常㗎，唔係淨係得你一個人係咁。應承我少啲嫌棄同埋責怪自己，唔好對自己咁苛刻啦，OK？